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2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皮买快艇豪赌，甲人口买卖集团无关系。中华有3个民众伫网络办贷款，说互诈骗集团关起来，佮饲因食毒控制行动。中华警方已经甲人救出来了。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接见加拿大联邦众议院外交国防访问团，总统强调讲，面对威权主义一直在扩张，民主定义的团结是特别重要。带团的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凯嘛表示讲，因这段就是要让世界知影，台湾的议题就是加拿大议题。面对威权主义不断的扩张，民主阵营的积极团结更显得格外的重要。加拿大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民主伙伴，我们乐意贡献心力，跟加拿大以及更多理念相近的国际伙伴共同坚守民主自由的价值。在中国军演继续绕台时阵，总统蔡英文接见来访问的加拿大众议院议员，表示在这时阵，民主国家需要团结。这是加拿大第一摆以国防、外交和安全为主的访问团。率团的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凯强调，加拿大也共款面临中国渗透，来到台湾就是要表达力挺台湾的态度。That we are here, so to identify that Taiwan's issues are Canada's issues, and Canada's issues are Taiwan's issues. 中加关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迪送多出来台湾报告书影本，望双方加强合作，即马两岸情势提悬。巴士团来台访问的美国参议员格瑞姆也伫这时阵表示支持美国出兵保护台湾，家己国家愿意为台而战。Listen, I believe in a one China policy, but I would be willing to fight for 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a democracy, we've stood with them for decades. So Taiwan's not the problem, Lindsey Graham's not the problem. It's Putin and it's Xi. 外交部长吴钊燮伫接受福斯新闻采访时阵，共款指出，中共好亲像幻想有能力用伫短时间内清除台湾，所以台湾爱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互中国伫东部进程三输会付出的代价，达到协助中国侵台目的。最近演习显示，中国对台军事威胁甲外交攻击一直增强，所以美国政府甲国会继续支持台湾是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高雄市80区域立委，本地是拢要互现任的立委登记参选哦。也毋过左营南马溪的立委刘世芳张雄雄宣布讲，伊要放弃立委的提名。民进党目前是还未决定遴选，因为这区过去拢互认为讲是国民党的票仓。国民党有想要参选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所表示讲，伊家己是毋敢伤过乐观。2020年连任成功，刘世芳搁再一届胜选，代表民进党参选左南区的伊成功来胜选，互民进党顺利插旗过去常常当作是国民党票仓的左南区。顶个月民进党才宣布高雄80立委直接拼连任，刘世芳嘛登记，所以雄雄21号宣布要放弃民进党立委提名。这是前往竞选总部询问，运作甲过去同款。助理讲刘世芳未回应这个问题，不过伊伫面册嘛有公告，讲因为健康的因素，要放弃掉民进党立委提名，嘛对栽培伊支持连任的左南乡亲感觉歹势。我们也充分尊重刘世芳委员个人的一个决定啊。那当然对民进党在左南地区的一个选举，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影响啦。可能人选有3个局长，包含年轻高学历的高敏玲局长，前左南议员的林英荣局长，包含4君子的尹力前局长。有工作人员私下讲，虽然听过刘世芳咧发誓大交替，但又去登记，当作会选到底。伊希望退选，因嘛惊着，但高雄市长还有民进党立委柯志杰拢真有信心，表示民进党一定会找出强棒来参选，袂去影响到选情。而伫左南区经营真久，表态要参选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嘛无认为刘世芳退选会互国民党声势变好。左南整个选情有很大的变化，除了外来人口增加之外，其实对国民党的选情并不是很乐观。我这点要先讲。现在呢，全高雄8个选区，绝对没有什么蓝军优势选区。张显耀无认为民进党会放弃左南，嘛期待到时阵有好的人会当2个人正面来对决。而刘世芳嘛强调，伊虽然退选，嘛是会甲大家做伙拍拼。记者王柳婷、林昭宽高雄报道。
来看今仔早起9点左右，新竹县新丰乡有一台载有毒的化学物质的车启动着电火条，再来佮启动着林家厝围墙，并且虽然是无人受伤，也毋过化学品有泄漏的情形，嘛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伫现场咧处理咯。这台中村化工的车有载有毒的化学物质环氧氯丙烷，发生车祸了后，新竹县政府消防局就随派人到现场去抢救，幸好化学品未阁继续外流，嘛通知中村化工的紧急应变小组来现场处理，嘛已经通报环保局、毒灾应变中心等相关的单位来到现场咯，要来防止有毒的化学物质外流，造成污染。再来看台湾西部沿海，今年的2月开始出现一寡水漏死，海巡署等单位成立专业小组在做调查，发现共有14个越南人哦，因想要偷渡来台湾，比对身份，这水漏死有10个是越南的偷渡客。检警嘛发现讲，因是家己买快艇偷渡，并无甲人口的买卖集团无关系哦。也毋过检方是表示讲，目前案件搁在侦办中。透过楼梯爬上去。确认状况可以去。海巡进前接到通报，伫中华王境外海风机平台顶悬有15人遗体。比对死者身份，检警发现伊是伫越南官方提供14个越南籍偷渡失联名单顶悬。那个后来也证实说，应该就是越南籍，有可能是他刚翻覆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体力嘛，遇到那个平台，所以有办法攀爬上去。因为国内西南部沿海进前出现真侪遗体，检警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已经辨别10个是指定越南籍偷渡人士，案件阁有新的进展，研判因是去中国一组买快艇开船偷渡来台湾，结果并船罹难。初步清查无人社介入，检方不管伊证实，强调继续侦办当中。不过沿海连续真侪遗体出现，要互减费即期，海巡这单位反映新过办，都申请主动调查。这个事情从2月底就被通报了，的确是在3月底才成立这样的一个专案，那当然也过了1个月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调查的重点，到底这些相关的机关哈，他们在掌握到这个情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即刻的去掌握？那海巡在这个部分不可能拖任何1分1秒，因为当我们打捞到浮尸大体的时候，我们是1分1秒都不能够延误的，完全不可能延误。这个恐怕是外界对于海巡职权非常大的误解。外籍人士偷渡来台湾，监会指出，每年拢10万人。即摆伫短时间内发现大量遗体，相关单位巡视是毋是周全，是毋是有清楚掌握偷渡集团动态等等，拢提出疑虑。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强调，海巡绝对无延误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有3个民众伫网络办贷款，煞去拄到诈骗集团哦，爱因提出银行的口罩甲金融卡，佮讲会互因薪水真悬的工课，结果因人就互关起来，佮饲因食毒来控制因的行动。中华警方接到通报，就去救人，嘛抓到3个嫌犯，甲因移送法办。中华县警察配称来到洪湾乡一栋透天，准备冲入去抓人。破玻璃，破玻璃。警方接到检举，讲有人伫线顶要办贷款，结果姓罗的诈骗主嫌甲因拐口罩甲卡片了后，还佫讲会当提供1工5000块的石头合作，结果煞甲人带去徛街关起来。左打开，靠开，跑开，关开。嫌犯看到警方，其中一个人也佫爬起伫厝顶，准备要逃走，但是互警方压掉的。中华县警察局总共抓到3个嫌犯，而且救出3位受害者。警方发现诈骗集团逼因食安非他命，佫亲像饲猪仔共款控制因的行动将近20天，而且佫曾监视器甲警报器，惊因走去。罗贤等人在拘禁被害人的期间，甚至提供第2级毒品来供被害人来吸食，以控制其行动自由。那全案也依刑法妨害自由、诈欺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专案以违反刑法妨碍自由、加重诈欺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地方法院裁决将姓罗、姓吴2个嫌犯押起来，另外1位姓王的嫌犯限制自己。警方继续扩大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咱国保胜区的选手林玉婷，今年的3月参加世锦赛，因为性别生化检测无正常，失去铜牌。也毋过回国了后，搁再经过检测，昨项体育署是表示讲，检验的结果有合国际的规定，会支持选手继续准备下来比赛。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现场组57公斤级铜牌，最后因为比赛进程性别生化指数不正常，铜牌遭到取消。回国了后，林玉婷2摆检测结果出来，在伊体育署对外表示，检测结果符合国际参加比赛规定，所以会全力支持林玉婷备战后续重要的比赛。看他的这一次检测报告，同时也去了解了他过去3年之间所做的10次的一个精药检测哦，在其中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睾不同浓度的部分，标准也都是完全符合国际参赛规定。体育署指出，包含今年杭州奥运甲台南全运会参赛权益拢无问题。另外，会致函国际群众了解整体检测规定，并果后续维护选手权益的做法。这个的裁定所依据的合理性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哦。后续我们将会去了解整个国际权种的一个检测规定，并收集相关资料之后，才会去评估维护选手后续权益的一个决定。失去铜牌选手心情难免失落。如今检测结果确认，林玉婷也要继续长期国训中心，准备各项训练。体育署希望社会各界应互选手更加侪支持甲鼓励。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开始，东北季风为东部增强，大台北东部佮有北部的山区拢会开始落雨。明仔载开始，西部的山区嘛有东部雨水。拜六会佮有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甲东部嘛会落雨。也毋过对中南部的可汗帮助是无介大。民间团体是呼吁讲，咱的水库即带甲水土保持的问题是真侪，两种问题应该爱做伙管理、做伙处理，才会有效果。大台北早起阁是出日头的好天气，早起11点半的高温已经来到28.2度，但是东北季风愈来愈近，12个下晡开始，迎风面北部、东北部都会开始变凉落雨，到15阁有一波锋面刷落来的报道。有2波东北季风影响，那第一波呢就是今天中午之后，第2波就是在周六。周六的东北季风还有受到锋面通过影响，降雨几率是明显增加。另外，今年第1个热带低压目前中心已经正往菲律宾陆地，但是对流是继续在减弱，未来变作风台的机会并无大。目前台湾中南部的水情是继续热烈。明德水库的脱水率敢若剩24.6%，碧湖水库是17.4%，展门水库11.3%，阿公店水库嘛无到25%。民间团体呼吁袂当大概欠水就敢若基台风台，应该爱互政府组织的改造来成立水库集水区专职管理单位。中南部在缺水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台北市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因为台北市水源特定区很重要呢，它跟水跟土地2个的管理是在一块。民间团体分析，水库要面对积土、脱水区纳落去，周边水土保持区等等多重议题，呼吁应该合并管理，甚至连溪流的流域都应该纳管，才会当更较有效把水资源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东部外海，昨暗有一只渔船掠着50只有电动鱼称呼的红带鱼，向向出现遮尔侪电动鱼哦，有民众是真烦恼讲，敢会是最近会有电动？也毋过专家解释讲，这是渔民透过专业的手法来掠这种鱼啊，效果阁袂歹。嘛强调讲，过去嘛无证据显示讲红带鱼甲电动有关系，所以爱民众毋免伤过烦恼。新光镇新港拍卖鱼市初十一摆是出一大批红带鱼拍卖的状况真壮观。拍卖水产行算算的有50只红带鱼，拢总是460公斤。不过新光镇的老渔民讲，这种鱼佫叫做地动鱼，地动了后就会出现无啥物鱼鳍，但是一摆出现遮侪真罕来看。当无地动嘛，甲一地动对啊，这阵鱼吼，像讲这几年来嘛捌像这帮啊，安尼讲一工会出这30-40尾安尼啊高。
东部海域条条渔民伫海内面去捕着风带鱼，而且鱼体长度拢有3-4公尺长，大概掠着拢伫拍卖鱼市造成轰动。但是有市无价，因为歹料理价钱嘛无啥悬。但是即摆伫石太平外海掠着的这50只风带鱼，有人烦恼讲会有大地动，嘛有人讲是中国伫东部咧军演去甲因吓惊着。不过专家讲，即摆渔民是用底册沿线去钓，拄好投放到风带鱼的车地，才会一摆钓着遮济。他是自行救饵，就因为我们到了他的作业的就是他栖息的区域去做一个调货，然后他自己来救饵，所以不是说他因为受到惊吓，所以离开他平常栖息的区域。业者讲，即摆嘛有可能是东部第一摆出现上济风带鱼的记录，而且真紧就有人甲买走啊，拍卖甲真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北门哦，传出讲有鱼电共生的蛤蟆猪，蛤蟆大量死亡。一个细川养殖户伫月初对分林引进5只差不多5公斤的蛤蟆来饲，没想到讲500万粒的蛤蟆仔哦，拢死了，损失上百万。敢是鱼电共生造成的问题，是该爱调查了解。台南北门蛤蟆养殖户的渔民，摕网仔喂水内底浮起来，全部拢是死去的蛤蟆仔。加上前几天所浮起来尸体，已经累积几落地。饲蛤蟆20几档的渔民就讲，养过拢无问题。今年开始变作鱼电共生的养殖形态，才拄囥蛤蟆仔3天就出代志。甲隔壁毋是鱼电共生的养殖池比起来，蛤蟆无出状况，更加引发养殖户质疑。应该顶礼拜一放的，放落了后，隔天就已经出状况啊。第3天就是规个四周围伊个蛤蟆拢已经浮起来啊。嘿啊，以阮饲养的过程当中，这20几天阮毋捌看过这个情形啊。对啊，到底是这鱼电的问题，还是讲迄个啥物原因，还是讲时间的问题？咱无法度去，目前也无法度去查考啦。那为什么这一次都没有事情？那其他过去这5池是做光电的，为什么5池全暴毙？受影响的蛤蟆池大约有5池，每一池饲差不多100万粒。台南市农业局动保处也到场会勘，建议养殖户先就水质、土壤、活体做检验，希望以科学的方式找出原因。也有配合动保处这边的同仁过来看，是不是还有没有活体可以采啦？那另外我会建议说，这个渔民的部分可以就是自行送样那个水体跟那个底土去厘清是不是有其他污染源或其他让文革致死的原因。养殖户表示，目前先甲蛤蟆池清理拍打，等待检验结果。不过嘛强调，毋是反对鱼电共生，只是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协助厘清原因。那光电业者强调，第一时间团队已经有关心慰问，目前正在了解相关的状况，协助渔民解决感情的难关。记者台南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去中国访问，讲到欧洲国家应该避免为台湾问题受到美中冲突的影响哦。这段言论引起真侪批评。当马克宏去荷兰访问演讲的时，毛民众抗议法国的年金改革法案。法国总统马克宏10月伫荷兰的海牙国际人权研究和政策中心的连结研究所发表演说。开场无偌久，就发生伫现场的民众因大声咧抗议的场面。I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if you give me some time. Nobody listens. You have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s. Conventions of climate has been put aside. What can you say when you talk about Europe?民众抗议马克宏政府动用宪法，硬要来通过法国年金改革法案的行为。英加海报赢权咧批评马克宏政府是暴力甲假善良的总统。面对演说的现场安尼如假假，马克宏表示讲，民主的社会包容无同的声音，不过未代表讲安尼会当南山来。后来抗议的民众互人带离开去。There are places where you can have violence. This is exactly places where this type of expressions are forbidden, and this is why I do believe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social debate. 马克宏是23年来头一个访问荷兰的法国总统。荷兰的王室设宴来款待马克宏因翁仔姐，荷兰国会两院议长
嘛悬规家来接待。马克宏政府的年金改革法案引起国内的抗议声音，已经刷了几落礼拜，加上进前访问中国发表，避免因为台湾的问题来加入去美中冲突，这个言论引起国际议论。参加的公开场合，这个抗议声音嘛拢对调调，安互这座国家大事的访问来惹一言暗影。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针对法国总统马克宏对台湾问题的言论，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昨嘛搁再强调讲，欧盟绝对反对用武力来改变台海现状。另外，针对美国甲菲律宾做伙举行的大规模军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强调讲，演习的目的是维护和平，唔是要甲中国展开新冷战的对抗。欧盟关心中国的宽大军演，表示讲台湾的现况无应该透过武力来改变，因为任何台海情势恶化、爆发意外，也是使用武力，拢会对全球产生正大的冲击。Nous nous positionnons de manière forte contre toute volonté de changement unilatéral du statu quo, en particulier par l'utilisation de la force. 中国解放军虽然讲结束宽大演习，但是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是继续对台湾做侵扰。中国外交部11国强调，会坚持采取上有力的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台湾的国防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菲律宾在中国宽大军演了后，嘛开始3礼拜联合演习，双方是投入要18000人，规模是30年来上大的。美菲要联手来反制中国的意思是真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11和菲律宾外长和国防部长伫华府会面，强调讲联合军演的目的，不是要和中国开始新的冷战。Our goal is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creating opportunity. It's not to engage in a new Cold War. It's not to contain China. We don't expect any violent reac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se exercises is intended for our collective defense with the U.S. and other allies. 会中是讲到强烈反对在南海的非法军事主张，屯海岛打的军事化和威胁和起无空，包括中国最近干扰菲律宾在南海和边亚地区的行为。讲到台海议题，佮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和繁荣袂当欠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中国人口，即前是全世界头名，印度是第2名，这2个国家加起来人口就超过全球的1/3。也毋过，中国去年出现61年来头一届的人口负成长。联合国嘛预估讲，上紧今年4月份，印度的人口数就会超过14亿2000万，拼过中国。这个退休的劳动人让中国国旗，唱因少年时代捌唱的红色歌曲。想起这首歌，响遍街头巷尾的文革时代，中国总人口数领先其他国家真济。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专家的讲法，为1950年有统计数字以来，中国的人口就连续排头1名，到今嘛已经超过70年。总共伫邓小平搁出来掌权，推动改革开放加一体化严格限制信用以来，中国总人口排名世界第1个位。嘛无任何一个国家会当挑战，一直到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情况才开始有变化。这离北京几落千公里外，印度北部的阿坎德邦，大阵印度民众跳入河内参加宗教祭庆的活动，为空中翕的画面，都会当看到，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大选前的民众集会，拢会当看到人行人的画面。印度人口伫2001年突破10亿大关，2011年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届人口普查结果，人口总数超过12亿1千万。原定2021年要进行的普查，因为新冠疫情延期。不过人口统计专家根据各方面的数据，建立统计推测模式，而且上紧2023年4月中，印度的人口数就会超过中国，变做世界第1。美联社引述的分析指出，重点不是倒一个国家人口上济，是人口结构。印度的出生率比死亡率较悬，中国拄啊倒饼，使得中国人口持续高龄化。准讲中国伫2013年有条件开放生2胎，2015年全面停止1胎政策，2021年进一步鼓励民众生到第3胎。不过专家是讲，出生率仍降到上低，人口成长率都真歹阁提高，而且印度的人口组成较少年，代表劳动力有成长的空间，未来经济发展会阁较好。
公司新闻七家人变异。再来看南韩昨昨发生火烧山，造成1个人死亡，有500个人脱离。另外，中国北京风背山是愈来愈严重，当地政府嘛警告讲，未来1礼拜拢未改善。另外，洛西亚远东地区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冲到10公里远，飞机帮嘛受到影响。在强风助长之下，南韩东海华江市部分地区野火造成死伤，数百人逃离。好佳在落雨，互大家免烦恼火一个断开。这场野火是伫11早起为江陵市中部一个山顶着火，70栋厝甲其他建筑受害去，大火面积超过379公顷。另外，一个70岁老先生互人发现死伫一栋被受害去的厝内，也有居民甲消防员2度受伤。风速每点钟103公里的强风，互飞机无法度拍火。在下晡4点半，当地落一场雨，雨前后出动将近3000名消防队员是送一口气，用8点钟总算将火拍花。另外，中国北平大部分的都市未来1礼拜依然可能一直伫沙尘暴的侵袭当中。国家气象局11更新沙尘暴若是有警，按算到12早起。有18省份拢是伫雾茫茫，而且严重污染的情形当中。呼吸上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个沙尘下来了以后，整个身上都会有这种尘土的这种味道。沙尘暴是伫79内蒙古自治区国都市、乌兰察布市，甚至发布上关顶级的红色预警，能见度不到50公尺。Отряд выехал на проверку дороги, включилась Камчатска。俄罗斯关东地区勘察加半岛的社会流起火山11透早喷发，火山灰探甲一围数十公里，四界拢互高个火山灰砍掉咧。当局建议民众踮伫厝内，因为火山灰冲到10公里远。紧急应变小组发布航空火山观测站通知红色警报，表示有一大片的火山云向西沙震动，可能喷到15公里远，会对国际甲低空飞行的飞机造成影响。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泰国的清迈甲越南的河内拢是旅游胜地，也毋过这2个所在空气污染是真严重，拢算是空气上歹的都市哦。当地观光业者是真烦恼，讲空气的品质会去影响到观光。清迈天顶蒙蒙蒙，无论是城区的风景，也是远远的山脉，规个拢大蒙。游客相机摕起来难免失望。清迈最近因为森林火灾，国家当地农民烧稻草整理产地，所产生的乌烟严重影响空气品质。拜一清迈 PM2.5 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世卫标准前方将近20倍。Yeah, I think it feels like warmer, and you can see at the environment that it's dusty. And when you clean your face, well, when I get to the hotel and I clean my face, I see the pads and I'm like, this is really, really, really dirty. 那游客感觉空气垃圾，当地居民嘛感受空气品质一年比一年更较差，烦恼会引起过敏也是感情。商店是不满，观光客已经惊到唔敢来。เจ้าก็รู้สึกกระทบตอน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เจ้าเพราะอากาศเป็นแบบนี้แล้วก็บ่ค่อยมีคนแวะจ้ะมันดูวิวมาหัน若是附近越南首都河内嘛面临同款的困扰，空气污染原因除了是农业废弃物，市区内也有800万台汽机车排放垃圾空气。河内拜一 PM2.5 超过标准17倍，这个申請帶有新的氣候出話透一日開，說感覺真無爽快。Tình trạng không khí hôm nay thì nó về khách quan đấy thì nó ô nhiễm khá nặng. Tại vì mặc dù cái thời tiết của mình nó rất là mát, nhưng mà cái tình trạng không khí thì nó đem lại cho em một cái cảm giác nó không an toàn lắm. 清迈禮拜一排全球前3大空氣污染上嚴重的城市，後來嘛是排前幾名。專家建議這種情形出門上好掛喙罨，同時避免在戶外運動。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过来消息来看，台北市一间公立国小的幼儿园，有家长指控讲，伊5岁囡仔，和老师拖出教室，手骨拢乌青，佮不准囡仔入去教室哦。伊嘛指控讲，向学校反映，学校拢无处理。也毋过学校是强调讲，代志发生的第2天，就要求讲，这老师爱先休困请假哦，无过入去学校咯。即马就爱等下调查的结果，才来决定讲要安怎来处分。他到现在睡觉，他都还会做噩梦，不要，我不要学校，我不喜欢老师。
认为囡仔受到不当管教，伤到就唔甘。陈小姐的5岁囡仔是特殊教育学生，读台北市一间公立国小附设幼稚园的特教班。伊讲3月28，老师技师为着要管教囡仔，情绪失控，甲囡仔硬拖去走廊，唔但手骨受伤，各项怪地气温只有17度的后果。我到学校接的时候，老师也没有马上告知我说小朋友受伤，是我们已经转头要离开要走路了，老师才把我叫住，支支吾吾的不敢讲。他说，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孩子为什么从教室走出来，那个脚一拐一拐。落尾陈小姐带囡仔到病院验伤，面、手骨拢有乌青，脚也红地伤。过程阁互医护人员质疑是家庭暴力。陈小姐讲，互伊阁较生气的是校方的处理态度消极。我一直得不到校方很诚意的道歉。他们一直到了15天，从来校方都没有半个人来家里看过孩子的伤势。校方表示，代志发生了后，就随参老师了解状况，老师也真后悔。第2天就请老师请假兼留职停薪。看校方有积极的，马上做了3项通报，都也进行了。那后续也都在陆续一直在进行调查当中，和学校的辅导室有积极的进行游戏治疗的联系。校方表示，希望囡仔会使回来学校上课，在囡仔毕业之前，会安排老师留职停薪，也会看调查结果，决定安怎处分。警方表示，估计这礼拜会使完成调查，移送台北地检署。记者郭长水台北报道。来看今年45岁一个单身生哦，伊之前伫工作的时阵对楼顶摔落去，肝脏拢破去，体内大出血，是真无简单才救回来。卫生福利部的台北病院是表示讲，若是拄到有人发生这款意外，千万都唔通黑白扫荡受伤的人哦，先把附近的物件拢清好清气，等救护车来就好。医生用尽一切办法的抢救我今天才有办法再站在这里。45岁单身是前一阵仔工课时无丢伫自5楼，跋落去3楼，送急诊的时，佮因为肝脏破碎，严重大出血，险要救袂活。他以前肝脏曾经做过栓塞，所以我们发现他本身肝脏的组织自己要止血的能力没有那么好。卫生福利部台北病院创伤医疗团队表示，一部人失血超过12毫升，就要休克。单身时当时输血量超过7000毫升，会当讲是奇迹。急诊医师嘛表示，亲像车祸也是坠楼，这种意外，真侪人会因为看起来无啥物刮伤，就忽视，无马上就医，但是体内已经出血，造成二次伤害。头晕啊，那看出血的位置。通常都会有一些像腹痛啊、胸痛啊这样子的症状。台北病院表示，体内出血一开始袂有啥物感觉，但若开始感觉无爽快，就要赶紧就医。另外嘛，提醒民众，若真正拄到有人发生坠楼等等意外，上好是莫叮当患者。嘴内底若有物件，会使先甲清掉，其他就等救护人员来处理。病院后续留院观察标准，通常若对2-3公尺以上跌落去，就会希望患者先踮病院来观察。记者廖立凯新北采访报道。来看宜兰台二经延伸线的新建计划，是要对乌石港到东山乡的大九线省道哦。这条路线已经规划17档路，也毋过相关的评估阁还未通过。地方是望讲中央会当赶紧来开发，今仔嘛召开说明会。也毋过哦，现场有环保团体是认为讲，这案会经过真侪生态敏感的地区，因非常的反对。那假日就塞车，国道5号为宜兰带来大量车阵，产生不少交通问题。为疏解市区道路车流，地方一直争取，北起乌石港、南甲东山乡大九线省道的台二经延伸线，毋过计划提出到即马17年来，因为效益无够，拢无通过地方立处中央开发开说明会。比盖比较好啊？怎么说？因为比较不会塞车。台二根延伸线。交通部坚守专业。看退回台二经延伸线，交通部坚守专业的口号，宽宽认为，这条路线经过真侪涌泉、河流水源甲生态敏感地带，而且宜兰人口数一直减少，路线不止对在地人无帮助，这带来更加侪外地车流，根本无必要。因为这条道路它会沿着三角的地区走，它其实会经过非常多的涌泉、伏流水带。宜兰的人口从46万6
大概减到40万，它的新建的必要性还有立即性事实上没有那么高。公路总局规划台二经延庆线总长41.2公里，定惠市省道扣掉已经开发的大客月宽道，总经费121.66亿。过去评估无法度过关，主要是评估了后路收过跨车流量无大，效益无高。这个月底前我们会召开会议，会收集相关的意见，以后我们会做重整，会纳在这个评估报告里面。公路总局讲，台二经延庆线新的路线不止被开52家湿地顶生态敏感地带，这个月底也开正式会议，邀请中央地方政府甲民间团体讨论，收集相关意见。新的路线是不是开发各界看法不同？记者综合报道。美术界污染状况是真严重，中研院台甲新大的团队研究发现，讲台中市区的雨水下水道美术界上济哦，这有可能甲人口真密，佮有土地使用有关系。这项实验的结果嘛发表伫国际期刊。伫台中的河川采集样本，要甲早转去实验室来化验。中研院也佮有台大和成大的下校研究团队采集台中山区也佮有水头的这个样本来甲做分析，佮甲比起采集都会区的外围，也佮有市区的样本，发现讲塑加幼粒仔的这个浓可度有较增加。Rural areas and the mountain areas, the concentrations are getting less and less. And the lowest or almost no plastic was found in the really remote areas with no population, so in the mountain forest areas. 除了伫台中采集样本，研究团队嘛采集淡水河水系的样本，发现讲山区水头的样本差不多拢无发现到塑胶幼粒仔的存在。不过市区的样本塑胶幼粒仔佫变较侪。研究团队推论讲，对生活中产生的塑胶幼粒仔经过雨水下水道入来到溪流，上尾会流入去大海。雨水下水道佫真做是关键。Environment and plastic can also take up chemicals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then they can also go into the food chain, so the animals will eat it, and in the end they can also migrate to the entire food chain, so until humans will eat it. 这项研究的结果已经发表伫国际期刊顶悬。研究团队建议讲，台湾目前还佫无针对这个河川塑胶幼粒仔做长期的监测。团队表示讲，应该会小耍来做研究，通来了解对环境还佫对人类健康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2月，因为有几波的寒流，饲蜂的农民是讲哦，今年蜂的生态受到真大影响。婚林倒拉种菜瓜的农民嘛讲，因为蜂减少真多，所以因一工就爱加开3点外钟做人工的农花，嘛真烦恼讲收成会受到影响。经过婚林倒落3公里种菜瓜全区，农民当然无用农花，因为最近园里的蜂咧减少，就爱用人工来农花。这位姓平的农民表示，伊种4分地，逐日就要用3点钟来农花，若无可能就无通收成。这时候的话，蜜蜂都去采龙眼蜜还有荔枝蜜比较多，他们都移到山区去所以我们这里就没有蜜蜂，比较少，量很少。所以都要帮忙授粉，你没有的话，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差不多要3个小时在这里。农民表示，为着要提高菜瓜结果的比例，去年嘛有买2箱的蜂放伫咧园里斗农花，不过即马已经剩无偌济只。高坑蜂仔故事馆表示，今年初受到寒流的影响，加减有造成蜂生团的数量减少。在春天之前，就是冬末的时候，是蜜蜂要开始繁殖嘛。那繁殖多的时候，就春天就可以准备采蜜这样子。但是因为寒流来，所以蜜蜂就很多人就专业养蜂人都也没有顾起来，这样就是没有让它顺利繁殖到很多。蜂仔故事馆表示，虽然今年蜂的数量有减少，不过春天各地开花状况嘛袂歹。最近进入采蜜期，整体蜜的品质嘛算袂歹，只是敢会影响到产量，也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市有一个工地哦，伫咧种地的时阵哦，挖到真侪灰仔甲叶仔，经过鉴定是2000多当前升值去时代的文物。文化局嘛已经派团队去处理，嘛甲这个古物哦送考古博物馆来做整理。这是花莲上美仑地区民德四街甲民权二街口，因为要起大楼，建商伫去年8月，但刚时发现讲土口真侪粗灰仔皮，就随天港通报文化局来鉴定。
就是一些史前的一些器具啦，还有一些陶饼啊，还有一些像史前的一些他们的生活用具，还有一些武器啦什么的。出土文物除了讲有粗灰啊皮，还佫有发现玉器，甚至讲还佫有人骨。经过鉴定，这是2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属伫花岗山文化晚期的遗址。经过4个月挖了数量真济，目前已经送考古博物馆整理。花岗山文化它最主要就是制作玉器跟使用玉器这样子。那在晚阶段的时候，就是它制作的那个玉器啊，就是说非常的精美这样子。文化局考古队表示讲，伫个出品物件的幼稚程度来甲看，这个所在应该是新石器时代走向铁器时代的重要阶段。伫开发已经真久的上美仑地区，会当发现到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嘛真感谢建商的配合。也若无这个遗址的文物，若是破坏去，就无法度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潮州公所推出上新版本的旅游地图，小解真侪潮州的食食甲好耍的所在，嘛提供 QR code， 互民众透过手机会当方便来找找，咱做伙来看卖。扫 QR code， 不管是好耍或者是好食物的资讯，拢会出现。这份是屏东潮州的观光地图，最近真受欢迎的镇长带路食好料，嘛通伫内面看到。今年度最新的我们导览图里面，我们有介绍我们镇长带路食好料的一些在地美食然后我们每一个点都有 QR code 可以扫描了欢迎来到潮州如果在我们火车站，我们都有导览图可以索取，还有我们的日式园区里面我们都有导览图。这摆 DM 内底有包括盘手、好食的搭啊、庙宇、戏曲等等的7大特色，游客用这种就会使踅潮州，实在是真方便。一些特色商家，甚至我们的旅游景点、三级古迹都在这里面。那我们免费提供索取，包括在镇公所、日式文化园区还有我们的火车站。我们都放导览地图。这份潮州的旅游地图，民众会当伫镇公所、火车头、日本文化园区等所在摕到，希望民众用这份地图行出家己的旅行路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中国军演的期间，咱的国防部嘛公开空军台面的画面哦，迄个中有一个飞官的臂章是一只手举国旗的台湾乌形木小熊维尼的画面。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方认为讲，甲小熊维尼是真相像，所以这个臂章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甚至嘛引起外国媒体的注意。中共发动宽大军演，台海紧张情势提悬，空军飞行部队全日派兵，军方伫一张相片当中，这飞官的臂章请大家眼光。这台湾乌形拍小型维尼的图案，其实不是军方设计，是桃园一间军事文创礼品店设计。中共从去年8月份扰台到现在，就是不断的对我们的国军造成一些困扰，然后对我们的国防安全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想要借由设计这个徽章来帮国军打气。头家表示，提中华民国国旗的乌形代表台湾，暗指习近平的小型维尼手抱的笔管顶悬有象征中国国旗的5青图，用英文写紧急情况下全年无休。这个臂章伫网络红起来，不只受国军兄弟的喜意，伫民间也比较欠费。对，因为昨天媒体露出之后是有一些订单，那目前库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跟工厂做一个追加，这样。这现象也引起外国媒体关注。路透社指出，乌形拍维尼的图已经成做台湾反抗中国打压的上新象征。不过，伫引起讨论了后，空军单位表示，部队官兵若要挂灰这式徽章，爱先得到同意。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国科会委托时代的研究发现，讲家庭环境对幼囡仔的情绪发展影响上大。也毋过，咱台湾有1/4的囡仔毋捌甲爸爸妈妈做伙看过一本册，使用3C电子产品的比例煞真悬哦。一岁囡仔有6成捌使用，2岁有9成有接触，一天佮使用超过1点钟。专家嘛提醒讲，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愈长，对情绪影响是愈大。囡仔伫公园海公树厝流浪，算甲真欢喜。不过囡仔有时阵也发脾气，又搁哭又搁闹，讲袂听。部分家长也有家己的一套方法来应对。这年纪的小孩还是会一点啦，对，但就是先让他情绪发泄一下，然后再跟他讲。
他可能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情绪啊，那就等到他冷静下来，再好好跟他讲。因为就像大人自己生气的时候吵架，人家讲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囡仔情绪失控到底爱安怎教呢？国科会委托时代进行详细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是影响囡仔情绪发展的关键。不过，在台湾有1/4的囡仔永远无亲子斗阵读册经验，比国外囡仔较低。家长常常带囡仔去册店或者是图书馆的比例无到2成，不过囡仔使用3C 电子产品的比例却真高，1岁到6成，2岁了后有9成，而且逐工使用超过1点钟，到4岁使用率各高达97%以上。3C 使用越长，其实对孩子的情绪发展是越不佳的，而且这种观点是在1岁就发生咯。专家建议家长应该理解囡仔情绪发展的重要性，互囡仔正向的回应甲鼓励，加参加亲子活动，甲囡仔共同读册，高适度控制囡仔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安尼不止对囡仔情绪管控能力有帮助，也对将来学习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车用电子展今仔开始伫南港展览馆展出，国内厂商嘛推出全国头一台的电动巴士，阁有真侪款的电动车甲概念车哦。预估到2025年，国内汽车电子产值会有6000亿的台票。全国第一台电动城际巴士伫车顶头摆来展出，使用更较安全的 LTO 锂钛用的battery，伫15分钟内会当对20%充电到80%，逐工会当驶的里程数会当达到500公里以上。目前的电动巴士，每天所能够提供的营运里程大概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个对全球电动巴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汽配车电、智慧刷顶等这3点来联合展出，拢总有830间厂商来参展，展出2200个单位，其中有一个焦点就是鸿海展出的关键零组件，对零件无组甲规台车。鸿海讲要甲这个专业分工，甲引入去电动车的产业，会甲这个开发时间甲缩短到2年内。我们希望把过去这种传统车厂可能需要3.5年到4年的这样的开发时间，大幅的降低到这个2年之内，甚至1年半的时间。除了有机票大厂来参加，这边嘛有对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拢总有16国国际企业来参展。经济部嘛真欢喜看到这款车用电子会当塞入去国际的这个供应路线。我们的车用电子呢，打入国际供应链，到 Tesla、到 BMW 等等呢，还有充电桩名列全球第5大，事实上已经展现了实力。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有咧讲，国内去年汽车的 AM 零件出口成长有达到45%，汽车电子出口这个年产值嘛一直有升悬，受到全球电动车的趋势影响，估计讲到2025年，国内的汽车电子的产值会当达到6000亿台币，毋茫讲会当成做后一个调湾产业。记者综合报道。男女平等是全世界的趋势。南韩的社会虽然真进步，也毋过查甫查某的地位是真无平等。去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伫146个国家，南韩是排第99名。女性的工作环境的排名伫进步的国家，南韩是吊车尾。去年上成功的韩国之戏非常读书有英语，收视真好，进入万会平台会英语类节目观看率排行榜。 가장 밑바닥에 있던 사람이 어디까지 올라갈 수 있을까? 根据南韩国家广播局 KBS 的调查，这个频道伫2021年有超过53%的电视剧主角是女性，比过去5年平均值49.8%较悬。剧中对性别角色甲权力地位的设定也大大改变。 亲像2021年播送的古装剧《王后线卡》道，抗伫非典型后宫女主人，电视女性想要突破传统，包容多元性别气质。咱来拿掉时光是较着未成年有心，查甫人饲囝甲女性追求学业理想者南韩社会敏感的话题。 团部专家分析，这转变是受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悬，而且开始做影视制作重要职务。但是南韩放送作家协会所列的女性剧作家比例就占94.6%，
啊，毋过女权这名词好亲像是南韩社会禁会，影视内容甲现实两极化。历史制作单位将来毋敢光明正大用女权来宣传作品，实际应带动的社会影响力真有限。无论这转变是毋是正是传达性平理念，或者单纯增加剧情新鲜感，用女性做主角，无可避免互女权议题步上台面，代替女性将心内话大声讲出来。公司新闻有关编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